新歡與舊愛，同樣都係 daily 旅行使用嘅。美國牌子 HMG Daybreak 17 Matador Freering 22，數字未佢嘅 list 數啦，一樣都係3加1設計，頂部主格，側邊側格，仲有出邊一個外袋添。HMG 嘅加一就係佢可以放 laptop 加貴重嘢 ，Matador 嘅加一就係可以收埋咁細嚿，仲可以 roll top 加兩邊互扣㗎。HMG 必定係大啲媽面料啦，幾挺身。你望下我個 L28用咗1個月咋，軟綿綿，越用越有味道㗎。設計俾你愛嚟孭重嘢，膠厚嘅背帶，膠厚嘅背墊 ，Matador 防水面料，抗撕裂底部，仲有條超薄超透氣嘅背帶。呢個側袋短而闊，呢個側袋長而深。佢嘅外袋開放式設計，呢度仲有個窿俾你走水嘅。佢嘅外袋防水拉鏈打側開都幾深嘅，同樣俾你掛行山杖或者你把遮。佢條腰帶唔中意咯，咪塞佢落去咯。佢條腰帶唔中意咯，咪拆咗佢咯。胸扣有 BB， 背帶有得索。HMG Matador 500零 gram 到啦，200零 gram 啦。夠愛嘅浪子，梗係攞呢個嚟去旅行用啦。但係新歡嘅爸爸啦，梗係用咩重嘢，同埋攞嚟餵奶啦。我走先啦，拜拜。不過提一提你咧，黑色就嚟翻貨啦，仲有2個禮拜，我睇你點忍。